我在改编日据时代的10种生存法则，3个主角刚好就是赖和的综合体。罗秀芳呢是赖和心里面最温暖的那一块，然后呢，他期待的另外有一个美丽新世界会来临。然后秦德龙呢，其实就是赖和本人，他行医，他帮穷苦人家，他心里面有一个正义的意念，他期待台湾会变得更好。然后秦德参呢，则是完全在他作品里面呢，不断出现人物的这种带着正义、带着良知、带着希望台湾更好的期许。贵菜全部一点吧，安尼敢公平？安尼敢错？是吧？去海卡场，给感giác歡到奶天天，歡到奶天天呢。愛就想到動情處嘅愛，無想愛留那部欣賞啲文章地背寫嘅前地慘，特強用，因為出來劇本出來角色的個性，老我們原本知道的秦德參這個人，好像是有一些落差的。是冇？哇，小九，眼毛按太大嘛，就後暈聽聽啦。是冇？他其实是一个很努力想要生活的人，但是他其实有蛮多小小的小聪明，但他被这些小聪明，也不能说被小聪明困住，而是那个时候日本人掌权，他要不要接受小聪明，他的小聪明跟他的那些小恩惠是日本人的事情，他其实根本是没有办法决定什么的人，要看日本人接不接受。对，所以在秀芳的立场来看，就会觉得说，他其实也蛮可怜的，但也蛮可爱的。哎，没晓得嘞，阿本的下巴讲得很脏啊。你做乜嘅？我排死啊！我都曉得咧。冇事啦。不過吳英康本年包到夫妻嘛噶。其实我觉得德參是个相较自由的人，就是我就写德龙他是属于比较大爱的、博爱型的，可是德參呢，他是阳猪一点的，就是他是认为把自己顾好，每个人把自己顾好，那大家就会很好。我们何必去想大家或怎么样？我们做不到啊，我们不如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了再说啊。所以我觉得德參是个相较自由的角色，而且在剧本里面，当我们回到威利村之后，其实我是一直在想着要怎么去改变，跟我要怎么样去跟他们解释，以及我开始了解到我所学的跟真实现实社会的东西到底能不能牵合起来。可是同时之间，我看德參他好像很适应着这个生活，对，所以我觉得德參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一站，台上，实际上すみません，冇懂的啊。放开呀喽！抢烟去死，俺忙起怎么酸死？唔切假杀做落来。我要做小林的口罩。はい。待ってください、鈴木さん。天気言の見つけた。急いで来た。go。哈？放开呀喽！快！哎，来，这条跟你的手还是低了。对不起，好。好。好。来准备，来声音。是。And action。啊？放开呀喽！快！係。鹹菜哦，對身體當好，有偏一偏，無偏強身。好嘅。
我收集了很多东西，但是好像差一点。不过清明哎，慢慢的去看剧本，就是剧本，我再看一次，慢慢的看，好像把速度放慢，又获得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可能迄几条讲爱朋友，几条讲无清楚的，和迄爱这个金钱替代看剧本的世界无相同的。对看到的人来说，秦德山就是一个打不死的蟑螂，他不管怎么样，他不会倒，他会失望，但是他不会丧气，他不会绝望。这是我觉得他很重要的一环，永远不会认输，因为他觉得事情一定是有办法解决的，我需要想就可以了。那秦德山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奈何文学里面呢，我们真的是把他提炼的最极致的一个角色。那像一杆秤仔的秦德山，他在被警察百般的欺负之后，他还是选择一个方法，就是他要生活下去。就他其实一直在找寻一个方法，在跟那个大时代在做斡旋。不过，迄希望做把动物嘅。我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改变这个社会，改变日本。我以为我可以照顾我的女人，我以为照顾孩子，我也可以照顾一个家，我可以改变社会，我以为我可以改变日本人，结果我什么都不会，结果什么都做不了。我现在被人家欺负成这样子。那秦德龙他就是奈何的本人，我们所理解他的生平。我把它依附在秦德龙这个角色上面。我记得我听到一个故事，我很感动，就是有一年的除夕夜，奈何他在彰化行医，他帮助穷苦的人。如果你没有钱看病，你可以写欠款单。有一年除夕，他把所有欠款单拿出来，想要把它烧掉，但是呢，那一个晚上他烧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他想到自己的生活。但是呢，第二天醒来，大年初一，他还是选择把欠款单给烧掉了。那陈方明教授他提到这一段的时候，他曾经说，如果在除夕那一天晚上奈何把它烧掉，那他是一个圣人。那可是他在大年初一，他才做了这个动作，经过一夜的辗转之后，他其实就是一个人。好，那奈何的作品呢，也一直在反映他本身呢，他坚定的这个意志。但是呢，也许他会有犹豫啊，也许会有什么，所以秦德龙呢的背景，或者我们在写他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用了很大量奈何本身生活的故事，把它套进来。我那时候拿到剧本，我去设定德龙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先天性有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在于说，我觉得他一直都是有背负着东西的。在故事的一开始，他要面临到一些困难，然后要回到威利村，然后到村上之后也是有很多的藏了一些秘密，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弟弟讲啊。其实德龙是一个一直被无论是这个社会框架，或他自己给他自己设定的，或他认为在父亲临走之前，以及他对弟弟和对这个家的承诺，加上长子，他是有一个给自己塑造起一个像监牢一样的东西的一个角色。庸俗虎拓两不足，论做马牛应肌肉，我生不幸为仆仇，器官争作他人忧，欲欲久以事强实，地事两间平定时。我觉得他有一个转变点，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想要，因为他是顺从着体制去做升学，去了解文化，去了解这些所谓的进步国家是怎么样去有文明的。他想要去带来这些东西，去改革台湾人在日治时代遭遇到的不公平的对待。他想在体制内做出改革，但后来在真实的跟这个体制做碰撞的时候，发现了
好像如果一昧的只是想要在体制内做改革的话，是真正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改变的。然后开始去寻求体制外的东西，但是在探索跟摸索的时候，就到了，就他还没有真的去掌握到一件事情，他鼓吹出一件事情，其实就到了故事的结尾，然后面临到巨变这样。哥，劳动营卖防范，结果老给人弄出的强用，抢年市民要开动起干呢。我相信政府唔會凊彩將用飛沙，聽說會重新高磅，問睇下喺揸公投。冇咁簡單，亞洲 case 咧，咩阿本嚟同意啊？唔留佢條公投里，唔過佢條咱工作調上啲嘛。冇錯，可能袂啲啊。也係個政府，就要面對假人民，啲政府其實以前，人就有講法嘅權利。唔過也政府冇施肥啊，錯唔錯都係佢條講嘅呢。日本政府嘅法律，相對日本友好，對生命體冇好。因為留佢條爭公平，唔通乖乖做個選民就好嘅咩？好。敢唔講？陳妹，除咗搶煙，你有別的辦法冇？冇咩，陳妹，也係因為唔談情訴求，太解緊張。張飛鬧到錯，就係因為係談情咩？唔過硬嚟做咩飛動係識㗎？係飛動太監，係飛動。其實我漸漸知道講，佢哋嘅衝突唔係挑事會鬧。拼人熊草，咩唔係挑事會熊草，佢哋就會應該講，佢哋思考冇共用，佢哋嘅想法冇共用，故所他們各自站的立場不一樣。像哥哥他就覺得，香港發生乜嘅事情呢？日本人貼草稿很輕用誒，我做的往上報，這是一個正常的程序，對佢來講係安尼。不過對我來講，你往上報，沒係日本人啊。你不管是對這個跟他說原因，還是對在上面的講這件事情的經過，他們都是日本人，佢哋對日本人，佢哋會強國嘅，佢哋會強下嘅，根本就唔會參與人家總蝦人啊。故所其實我們常常在類似這樣的事情上面，很多的爭吵。我當貓條貓咪兩撳渣啊！叫我從邊飛沙哥房。你事情請回去哦。阿妹，然後轉頭的時候進來，來，沒有，我們是不理進來，哎，搖掉，你是誰啊？我是哎。按刑務中感渣穿錢做乜嘅？本阿狗去腿被通鼠哎。然後我每天那樣曬太陽，辛苦賺錢，全部都是為了我們這個家，為了我哥哥。我很多事情都讓你，可是為什麼細妹耶，唔要愛老奶窮？夫妻對拜。未來英雄不扶持，宮中有主。好，來，阿哥、阿嫂，做風唔掉，扮演好黑，
拍條係咯。來，容易。來。哎呀，走。这个剧本里面，秀芳的线索其实不是很多，所以从几个线索你可以知道，秀芳她其实是一个孤儿，她是在慈惠院长大，所以我们就把她赋予了一个她比较独立，然后跟比较有爱心。我从这2个方向去发展她。她比较独立的部分呢，包含她到最后到警察宿舍上班，也是她学习的一个部分，因为在那边你可以学到日文，然后可以学到新时代的各种知识跟资讯嘛。然后我还有设定一个是我自己觉得一个秀芳蛮重要，然后也是比较可爱不一样的地方，是她是一个很心直口快的人，所以她会因为心直口快而不小心犯了一些错，比如说像那个时候她在跟一郎的对话，就是她跟一郎讲到他妈妈的部分，那其实本田警察已经有提醒他过，就是尽量不要再提到这些事情。对，可是他还是因为他想关心一郎的情绪，他想关心一郎他的状态，然后是出于一个爱心，所以他不小心就脱口而出了这些东西，然后被铃木所长听见了，所以铃木就非常生气，想要把他辞退这样。然后还有很多部分，就是比如说，他在跟德龙的对话也有这种部分，就是他不小心就会提到一些台北的事情啊，因为他很向往台北嘛。然后还有提到可能他之前当医生的事情，对，那他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德龙他伤心的事情，可是他还是不小心就提到了这些东西。像罗秀芳呢，她在戏里面，她提到了一个事实，就是日本人来当逃给，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但是呢，她心里面又期待要到台北去，期待到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所以呢，我觉得赖和在他的作品里面呢，不断的透露一个，就是如果怎么样，他的世界会变得更好，或者是他描述的那一些状态里面呢。他告诉农民，告诉贫苦的人，其实我们要改变，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方法，也许就是抵抗。所以，那个罗秀芳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赖和戏里面最温暖的那一块。他想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或者他期待另外一个生活，期待另外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家里是那一场，就是我。其实那算是3个人的戏，就秀芳死亡那个。那时候化完妆，我其实都没看到他，一直到准备要开始拍的时候，开始在走戏的时候，我看到秀芳的那个状态，化了妆，然后乱的，刚被电完，然后她是全身很没力的趴在地板上。他有在动作，他的目标是爬回家，那个心情是很复杂，你很不知道该怎么办。对秦德山来说，那个时候我好不容易回到了秦家，然后德山先抱我回去，然后后来德龙也回来。其实我一开始很担心说。因为导演希望我一直哭，那我很担心说前面哭过，后面就哭不出来了。但我真的觉得那一场戏，是因为剧本写得很好，还是真的有很多的感触？所以从第一刻到最后结束的那一刻，我都还是觉得有很多的情绪在我的身体里面。那场其实很重。然后它是很大场的戏，可是我们3个，我跟德龙还有秀芳都很在那个状态里面，所以拍得很快。在前面跟弟弟之间呢，我们没有真实的发生过太赤裸裸的碰撞，我们都是点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就会收手了。然后我觉得是在秀芳死亡的时候，兄弟真的好像有某一种拧在一起的感觉了。
因为我们第一次感到这么强烈的愤怒，而且也不再有什么价值观的判断，那是完全属于很人的很偏向动物的本能的东西了。我们想要去复仇，我们想要为了秀芳而死做些什么。我觉得那一连串才真的让我感觉到兄弟是站在一起。对啊。他替你去复仇，他替你去死，他选择这个方式为秦家出一口气啊。就是完全没有活路的年代。对啊，你选择相信日本政府，你选择相信日本人，你选择这个社会是好的，你选择有一个机会可以变好，然后那个本田给你的这个曙光嘛，结果完全都不是。拍完那场戏的当天，导演就传讯息给我们，那是第一次我收到导演这样的讯息，就是给我们一些鼓励，觉得那场戏他看了还蛮感动的，因为那真的哭到好累哦，头好痛哦，可是就觉得拍完之后好爽哦。就奈何的作品里面有相当大的部分，他在描述当时时代里面日本高压统治如何的对待贫苦人、对待农人的不公平的状态。但是呢，他在文章里面、潜意识里面，他都有抵抗的概念。我就觉得，就是说，他其实潜意识里面处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他似乎找到一个关于自己相信的一个民族尊严，就是一旦如果他没有办法用文化、用道德、用良知，让那一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他选择的方式就抵抗。我要拍这个戏呢，最主要目的是我想向奈何致敬，我想要向观众介绍这样一位伟大的台湾人。啊，他在100年前用他的勇气跟良知，为台湾记录下他的时代见证。还有他自己对时代的感触。清德参加集体争取，迄十担是个妄测。清德论个全故乡行医，迄9年9月个理想追求。罗秀凤个委屈求生，迄罗百姓心肝肚个无奸无杀。3个角色分别象征赖佛思想个3种面向，不管起起落落，还是同人哋讲要继续前进。就算唔知方向伫哪，还是要山猛前进。请大家准时收看客家电视台日记时代嘅10种生存法则。